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表示，美中兩國必須揾到緩和方法去打破關稅僵局，預期未來幾個月可以降溫。何永康嘅報導。美國同中國喺關稅戰早前經過連日駁火之後，超過1倍嘅稅率，到依家仍然居高不下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喺華盛頓出席一個閉門投資者峰會時話：呢種同中國嘅關稅僵局無法持續落去，必須要揾到緩和局勢嘅方法。佢話兩國貿易談判仲未開始，亦預計將會係非常艱巨。不過佢預期緊張局勢未來幾個月內有望降溫，舒緩市場壓力。不過佢同時提醒投資者，要達成更大規模嘅協議，可能需要更長時間。全面協議需時2至3年。白宮新聞秘書下晝引述總統特朗普話，同中國達成潛在貿易協議進展相當良好。There have now been 18 proposals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, and the presiden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are setting the stage for a deal with China. 訪問印度嘅副總統曼斯喺當地向政商界同學生演講，話美國希望向印度出售更多能源同國防設備，建立兩國更緊密聯繫。如果唔能夠成功合作，21世紀將會非常黑暗。